权，我是空军上校退伍。空军上校退伍。在我的分享之前，我想对大家报告，要听国语，请按1。要听台语，请举手比2。English dial 3。我3种的语言，经过拄来表达，大家决定要用2号台语来做。阿全，你台湾事情。Down to earth。我想讲来个圣地亚哥啊，哇，安尼离乡12000几公里，啊，哪会当看到讲白蛇啊出来啊？我早起偌感动，你敢知？去到底海蛇啊，我拄来演奏啊，我随卡电话跟我妈妈讲，妈，我阿全啊，因为有一个讲到叫妈。我阿玲啊，这个阿玲妈妈讲，我爸赶紧回来哦，屁股稳公山。迄个阿玲做兵做比我较久，因为我要上好听我啊，阿玲我袂听我，伊袂稳公山袂到140几天。这个早起我真感动，妈，我看到这样呢，我想到倒来演奏看你。煞我职业真无够，我搁职业摕起来看。结果我播落迄东西，我捧过啦。我来圣地亚哥捧过，甲阮高雄的演奏同款大了。对不对？民众会叫你做啥？按演奏的车啊，我比起来我较大了。各位。台湾来，不只是我，恁证明是听演奏的，这个比起来，对不对？对，这叫做安尼练练。你捧过这大了，我这个比你较大了。当然我打这这个动作内部要上好大家。虽然你是捧过了，虽然是捧过，你能看到阿常来介绍内底，我拄仔才到收。清晰，按结束的时间是几点？所以讲教授讲主持，你嘛以为阿常讲台语了，你就无给时间你讲主持4:40，好，按杜教授讲的4:40，后面大概帮我接一时间，接一时间，一个不准时下课的教官，一定是好教我一定4:40，我大概欢迎你。欢欢喜喜来结束今仔日圣地亚哥的带比你下联会，按做伙来登记，按怎样做？今仔日我的分享分做几部分，延续我谈上校的报告，伊拄仔答政策，赖总统的政策，大家报告。五大主轴24项的这4个内底内容，大家拢看到。阿全即款要做的是演习。因为日本中30档的这个生活内底，阮全军服30档，守护保障台湾的安全。你想看我一个装卡囡仔，演奏大汉，哪会去做阿兵哥？我当初去读军校的时阵，阮所有的同学都讲，你头壳歹去啊！什么代志唔做？你来走去读军校，读军校咧，阿全歹讲，真歹讲。因为阮爸爸生3个，我上大，我讲爸，我想要读大学。我爸爸同我讲，读大学，毋过厝内底经济可能无法度饲完你啊，因为当课这个做啊是有够的啦。OK， 所以因此，我为着要来分担着阮的家计，所以我就结婚好，来互我的弟弟，互我的妹妹，较好的教育。所以伫这个分享的过程内底，我就是要来表示讲，责任的承担不是嘴讲讲的啊，全用全军服来证明30档的军中，我用我的青春来保护台湾。
保护着咱的民众。我常常讲句话，后面你若要来拍台湾，你第一要先对我一款。你嘅气都若无头尾天空气空进前，你都免想要确定我的家庭跟我的国民。我用这个精神来守护台湾，所以你伫美国的过程内底，大家拢是个知识分子。伫朝鲜的各位同志是我，恁若能力，恁顺手就好。互你知影我伫台湾的军人，我是用什么款的态度、什么款的精神来保护着咱的国家。所以立法总统提出这个政策了，我就开始想方设法，要来做这个物件，做这个演习，互咱伫海外的侨社拢会当了解，俺会当甲台湾斗相共什么代志。所以因此，伫我分享内底，你就能看到，今仔日这个谭上校有讲到全社会防卫韧性，伊讲过部分我就无要去顶打，我要甲各位介绍的，就是这本，恁我有收到这本小橘书，一个台湾安全全民安全指引。瑞典2022年2月24号进行俄罗斯拍这个乌克兰了，伊看到这个普丁野蛮的行为，伊所来出一本。A process overcomes。当危机后来临时，你的对策应该安怎做？伫安尼的氛围内底，今仔日的演习，要开始按这本来同大家做介绍。这本大家翕转，大家刷手机啊，你来翕转。伫国家安即马的演习内底，我拢用这本，你来看到伊的 cover story 下来 ，Homeland Security Exercise and Evaluation Program。我们简称叫 H ，Johnny in the Line。那伫安尼分享过程，这本推荐互大家了，来看下内底演习是咧讲啥。等下我要介绍的是演习588不过我要介绍的是 Tabletop Exercise， 安尼做无剧本的演习。我常常伫演讲的时阵，常常有一个优势我无认为是劣势，我拢摆小鬼仔一个。我常常拢摆上过一个，我时间就按我为止来算所有大家，所以 Tommy 拄啊是满场50个坐满满，华安这个那个 Stan 嘛是坐满满，到坛上校的时阵呢，有人可能落头较远的，即马等差不多2/3，到阿全的时阵。即马有缘有切济，真感动。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我告诉我迄日答案张委员，答案这个宋总队长讲一句话，全社会防卫韧性，你看到迄个标题，全社会防卫韧性，你讲论性，论性，少年囡仔爱听有啦。迄论性爱听有啦，全变走啦，阮拢做出地去。阮彻底那时将来的毋捌穿过鞋，拢转车骹伫涂骹咧耍。我认为这个论性，若要用台语来形容，应该有什么意思知？动头。动头了。英语叫 guts， 对不对？按台语叫动头。各位有认同无？全社会将社会防卫论性，迄个论性你若甲解释叫动头，你讲安尼听起来。动头。高兴，做袂到。安尼是不是会做袂到？所以我感动是感动啥呢？按这2年来，你会当坐到听到阿全的课，各位，你的动头就对了。我各位大家拍我，跟你拍同样。你若看我咧动他这个时阵，还有偌大的体力，偌大的意义。阮中华师傅就做个乡亲是讲，歹势啊，阮路途较远啦，下晡的课真歹势，无都参悟啦，我会当体谅，不过阿全我都甲伊讲，上了我的课嘛袂歹听，因为你拢
对托尼做崇拜，啊，有一个阿传的，哦，对不对？还有一个阿传的，除了以后你对其他台湾有一个演奏的阿传，共头，所以你若要叫我台语名，我台语名叫动头。啥啊？因为我乾坤福动30年。我乾坤福动30年。对我按教育部来少年囡仔，看到阮两个熟悉做那个哇，你两个是几岁啦？阿全57岁。我57岁。啊，讲57岁，你比阮爸爸搁较大呢。啊，不过阮爸爸头毛甩掉去啊，你看看这个精神，安尼。我讲，迄精神不是讲的啦，精神就是动头。所以你若无动头，你就法国甲家己分得出来。军人我们叫 discipline， 唯有 discipline， 你才能够保持生活上面、工作上面的纪律跟精神嘛。啊，你有 discipline， 你要动头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 H 标安尼看。我跟他分享的就是 tabletop exercise 一个概念，以这个 N7来这加详细 Homeland Department Security Department 美国国土安全 definition 做前这单个桌上推演 tabletop exercise， 就是无风险的环境下，针对预防、保护、应变复原的能力进行训练、评估实践改善的手段，会当关检查个 verify。验证案的政策方案、程序训练装备、跨单位领域部门的协调跟资源，阐明应变组织人员的角色跟责任，来促进跨领域部门的沟通、协防跟合作，这是重要。这个的新3C 能力 ，communication 沟通 ，coordination 协调 ，cooperation 合作。所以你若有沟通。协调合作，安尼的方式，你也讲到久久长长嘛。所以，请各位把你的倒手甲正手伸出来，倒手甲正手伸出来，爱伸对哦。我顶下演讲的时候，人伸安怎？你讲我倒手正手伸出来，伊伸安尼。我讲莫安尼啦，伸出来就是伸出来。春白嘛，对不对？你若春安尼咧，春安尼叫 surrender。全30当的军旅，我同我的阿伯讲 ，never compromise, never surrender, never give up。所以不妥协，不投降，绝不放弃，这就是这文明的基本的要求。Never compromise, never surrender, never give up。如果把这些价值出出来，阿传变成你大钱代志。You are excellent decision maker. It depends on 正手，你也同样，你正手你往上。你讲好高官，有长文啊？唔是啦，你的正手有偌济资源 ，resource。resource 是不是带给人个资源？你来看你的倒手有偌济资源 support， 正手有偌济 resource， 倒手有偌济 support。一旦你会当算得出来 ，You are excellent decision maker， 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我去大学演讲的时阵，学生真趣味 ，Professor 真歹势，我正手空的，我倒手嘛空的。我讲你坐伫呆呆呢，你坐伫呆呆内底啊，你个伫按台湾上好的大学啊，你甲我讲你正手空的，倒手空的，你绝对有一个足优秀的爸爸甲妈妈。You always call your mom and your dad。对，因为你正手空的，倒手空的，你的读册就无欠钱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优秀的爸爸妈妈。包括你看到这个 N7内底，俺就是要盘点出你的正手有偌济 resource， 你的倒手有偌济 support。一旦你了解安尼的方式了，安尼看新3C的能力，
上到大家 communication 沟通 coordination 协调。所以伫台湾，我上爱带伊拄着我咱就来练习一下。你伫教室内底去几分，我在意，我在意是你个 overall， 你有看到讲 communication， 有一个拄着咱我们做的传教士，我来要求讲，拜托啦，这囡仔这大汉啦吼，我甲阮小弟的组囝嘛，伫遮练习一下，互伊有一个实际练习的机会。哇，传教士就真欢喜啊！就看到阮弟弟的个组囝，讲一句话 ，How old are you？ 结果阮弟弟的妹妹就是我的孙啊，虽然讲一句话 ，Fine, thank you。哇，你是讲我唔对嘛吼？咱传教士问讲 ，How old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repeat again。伊来讲 Fine, thank you。结果人问你几岁啊？结果你讲 Fine, thank you， 好无？所以你看教育有重要，因为伊伫学校内底嘅英文课老师教讲，人若讲听着 How are you？ 伊来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不对吼？教去教，安尼教。结果伊讲第二讲 How old are you？ 伊来听做 How are you？Communication 有重要，听你就知影你讲啥。所以 communication 沟通 ，coordination 协调 ，cooperation 合作。绝对是上最重要的三项代志。过来，咱继续看。你会当看到，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桌上的图推，这是日本发明的，它的全名就叫 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 伫咱灾害发生的过程内底，咱唔是伫现场，咱无法度了解到到底现场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咱要利用这个功夫，利用这个方法来练习，互咱会当深入其境，会当知影讲要安怎来应变。所以我小小要来要求各位，伫咱日分享过程内底，即摆时间来到几点？4点10分，阿全长半点钟。杜教授值得安做台湾，值得嘛是台湾。按宋总会长、张委员加马是台湾，目前台湾这三个空的，互各位3分钟，我看下各位按圣地亚哥偌久会当回来台湾？计时开始。这三个空，台湾需要你到3天。咱先来看下有什么人会当来圣地亚哥随便就会得来安尼啦。好，30秒咯。已经很对吧？40秒。50秒。1分钟。旁边人在帮杜教授捞水龟呢。好 ，OK， 好，各位看到没有？看到我沙特姐教出来了。圣地亚哥呀。啊？拿圣地亚哥的蛋。无啦，专美人拢会专美人啊，所以讲communication 我很少。各位，希望北部来台湾的生活，台湾将车多来讲。哦。台湾need your help。画下就等来沙特这家，这叫证明，这叫 verify， 这就是验证啊。到时候你无唔对，因为你接受的讯息讲，你拄仔讲圣地亚哥啊，我就住伫迄个圣荷西，你也不叫我回去啊。各位，第2杯啦，第2杯就即刻见你啊。因为伊迄个说的是圣荷西呢。北加州你加州，北加州啦吼。所以你看，我还没开始演的时阵，是不是沙特啊？已经演出来。这叫做 tabletop exercise。这叫做 tabletop exercise。台湾有代志，这个消息一出来了，按国外所有了解的乡亲习惯，你若接到消息，你一定是会到相共的嘛。
所以你看嘛，拄教授坐伫遮，一人孤单单，我是讲，那边仔拢空诶，遮尔有名望诶教授，那迄道拢空诶，教授甲迄两个障碍甲刷了，即马三个拢坐我。杜教授掌声鼓励一下。因为欢迎的各位转来了，有迄两个障碍无好看，杜教授需要捧出来，这叫清除障碍。你知无？这是社会内底的这个污染，伊若是摕出来了，这道罪我清去啊！各位，这就是 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无时间互大家说，我总会长知影，我们张三帮委员嘛知影，我绝对当互各位绝对放袂记。阿全这个课，你若要长，下当2天。2天就对所有的委员就歹势啊！对同年啊，对安尼市议员、县议员就真歹势。阿全这2天安尼无好啦，所以安尼安排嘛是会使啦我50分钟，OK。可长可短，无问题。阿全伫这方面的分享，绝对要互大家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内底，咱开始来分享。你咱看到灾害若发生了，咱一定要有危害说明。是哪危害要说明？比如讲，36点钟，海上台风警报发布，气象情资，对不对？阿全上届教的主播就是任丽宇，于川新，对不对？了后高桥桥这个吴明华伊种想法无退休啊。我要请教各位气象开电视就知，不管看哪一台拢知。若连日阿强要拍台湾，电视爱看对一台。民视台湾的目睭，对不对？即马全部直接为各位24点钟报告中国，这个攻击台湾的有这个主播，摄影师袂当走灯光袂当看伊来继续告你有无？民视用讲了，有人花西你去网上看伤济啦，可能听我。3立电视台，对不对？要我中央电视台啊，还是我刚才你挂牌啊，你来我理解水果水我打算107这个回流的，你我讲的嘛，还有挂牌还在当你们，我军文社我打各位报告，各位公司、各位时间做报退，无电视的头啦。是安怎？因为台湾发生安尼状况了 ，NCC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有着要互大家接受到一次的管道，电视也管制。管制了，安尼节目计当统一啦，了解无？计袂当你只报安尼，你只报安尼，安尼民众要听啥？袂当互民众分别嘛，所以一定要通讯统一管制嘛，所以各位报告。社交媒体。是社交媒体你来帮我会通啊，社交爱帮我会通所以这就是危害说明。过来就是重要设施的识别、潜在损害的想象。阿全今仔日的角色，我徛伫遮，我充其量我的角色叫做 facilitator。facilitator 就是咧演习过程内底，带大家安怎演、安怎思考、安怎应变、安怎复原。facilitator 最重要。伫国内，我就是安尼的角色，我甲部会。我甲咱县政府、市政府，阮逐趟来联系，感谢着谭科长、谭上校，把我带入这个所在，感谢咱总会长，感谢咱杜教授，阿全来甲台美人，这个 BC 这个夏令会，甲大家做安尼分享。所以你哋咱看到，伫我剩的时间内底，我要甲大家报告。无经过切实的计划，就是无可靠的计划。对风险的规划甲准备，
伫无经过演练，甲证明也当可行进行，袂当是视为可靠。所以我们常常常常听到这个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会安怎讲？各位会安怎讲？伫我即马全听我讲，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老婆大人一句话。啊，你当时要回来啊？你去美国当时要回来啊？10几天啊？哦，啊你暗时困倒位啊？翕相片我看。啊，结果向是相片是翕了是2张双人床，啊边仔困什么人啊？真正啊！所以你只要看到讲在安尼生活过程内底，按计划在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重要人物一句话，对不对？哦，所以你计划是随时会变，啊，计划随时会变，咱是不是就要跟上脚步，对不对？啊，你袂当靠迄本计划来复刻、常客所有的代志，所以你看到啊。今仔日我要分享的就是，伫这个过程内底，阿全30档的军旅生涯，我用一张 slide 来送给大家。演习演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COVID-19 是不是位置？这么 COVID-19 消失了未 ？COVID-19 消失了没有？啊，没有，想要安基嘛都没多少需要。是安怎即摆食饭拢连个头内底爱挂一个这个塑胶隔板、亚克力板，有无？你会记起迄个时阵安怎过有无？这就叫做沦陷，因为安怎？因为咱的身躯内底疫苗做了，咱已经有2字，对2字？动桃。动桃，大家了解吗？这就叫做沦陷。我要分享着安尼总会长甲安尼杜教授，有机会甲总统讲一下，迄个论情是动头啦，阿全也见面的啦，论情，我刚刚听到论啊软去，开始啦，这个因为论嘛，论情，迄若要硬安尼转手哪会使啦？不过我感觉我咧很糟人啊，论情着我都点出来迄个骨势出来，动头。你看安尼有没有？是啊，按民意总会对不对？动头这个依靠而已，动头对不对？讲他前做的，他这动头。哦，因为对面的头啊，对不对？是啊，啊动头的意思是，你若遇到灾害、遇到困难，你会当动顾，对不对？啊讲关难过。关过，谁让你关过？因为你有动头啊，你有动头才动袂过，啊无阿全要动30档，我前规我切30档呢，系啊，啊所以讲，我听讲一天我会囡仔大汉，我就问我的囡仔，你看你爸爸安尼做啥？伊讲你这看起来是特效的啦，你这个汉朝安尼若3000个出去哦，无钱啥袂转来。所以我听到安尼个叶云清叶会长在讲哦，哇，这内底有人渗透，我都用孙三年，你就卖花掉。我前日甲你过真衰啦，哦，对，安尼继续讲。所以你来看，演习，演练和学习，演练已知杜绝危险，学习已知将未知防范风险。所以学术界是有2个合作。叫做灰犀牛的异常事件，甲黑天鹅的意外事件，对不对？这是按商学院54小时3学分的这个课，叫做风险管理，或者是 strategy management 策略管理。以阿全的 master degree 学我学这个 decision making， 我的 PhD 我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strategy。国际跟随跟战略，我是淡江大学毕业的。啊，过来继续看，时间有限，
无变故，若无变故，咱这个演练当然是活动了，就是像今日安尼workshop。啊，若是有变故，这个演练才会当变成学习。所以，顿甲上尾啊一堂课，听到阿全的你，绝对着法度来按照这个学习的方法。哦，所以在一起，哦，照你的手，大家掌声鼓励者。我去参加活动嘛是安尼，我一直会顿甲上尾迄节课，因为安怎？因为迄摸彩哦，拢是上尾来摸的大奖。哦，是不是？对不对？摸彩是不是上尾来摸大奖？因为迄日啊，阮伫对咧，阮伫迄个纽约，阮伫 San Francisco， 哦，阮住 Flushing， 哦，阮住 Flushing， 啊 Flushing 拄啊，屏东的东阳会请着咱这个演唱家戴什么军啊？一个原住民的演唱者，屏东的，咱乡的，戴小军，是戴小军，我真好一看，伊的得奖哦，我甲上个得奖，华航机票纽约到台北，哇！我想今仔日无食了，我今一定要坐到上尾。虽然我听到我啦，对不对？我看戴小军唱，我唱到结束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坚持。哦，坚持到上尾啊！好，今仔日演习内底，我要大家报告。伫拄啊 Tony， 伫拄啊 Stan， 伫拄啊谭上校，安拢讲着讲有战略层级甲战术层级。Tony 特别讲 strategy level、tactical level is different。伊有讲着 War College， 各位有听着？哦，我就是 War College 的主任教官。哦。伫台湾，我就是War College的主任教官，阿全甲咱的国军未来将军战略 ends, means and ways, tactical, manpower, capability, technology。所以伫战略你爱思考着目的、方法甲手段；战术的领域你要去思考着能力甲科技。因为不管是战略还是战术，按永远拢在做决策。决策的目的就是界定问题、寻求方案、评估效益。所以各位，伫演习的过程内底，恁拢是非常优秀的决策者，因为安尼演上决策者的情境。所以阿全拄啊，各位报告，正手伸出来，爱看啥？资源。倒手伸出来，爱看啥？资源。所以你若知影你有偌济资源，你有偌济资源。You are excellent decision maker，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决策者。所以今仔日演习内底，我带来一个这个 scenario， 要互大家思考一下。因为防灾本来就不是天灾咧做嘅代志，防灾爱融入日常，平常时就要正演练。伫灾害发生的时阵，咱了我都快速来应变。是安怎？你看到伫总统身躯边，甲阿全身份差不多像西装的人，老人牵鞋啊接鞋啊，老人牵鞋啊接鞋啊，这叫做 muscle memory。muscle memory， 伊平常时就咧训练这嘛。啊，不过你若无看到，你牵出来定是危险的，真歹势。我就完成，这是保护着元首的标准的 SOP 嘛。啊，各位因为你伫潮州里。拢是这样高阶层，你不需要做这样动作。无这样的观念，咱会当交流嘛？这样的观念，咱会当沟通嘛？对不对？所以今仔日我要用一个这个内容来报告。伫演习内底标准作业程序，我们是用 ICS（Incident Command System）。灾害发生的时阵，一定有一个指挥官，你要选出你个新闻安全甲这个联络官。你的手下内底有应变、有计划、有资源、有财务，所以你看到2张白板点完，伫今仔日麻烦各位到3讲者。现场无时间，节目几点？4点半，等10分钟。阿全拿第3本课面现场，先生。清晰，演习无互你忘记了啦吼，演习啦，无要互你真正出这个钱啦。
颜色青色1万，1万我看这，黄色2万，红色3万，我看这，你拢免想，你离开进前，你今日下课进前，起码你家己听，你会当出1万，还是出2万，还是你会出3万了。你甲大理进2边，这个北方宾馆，你看到我写人写不足，甲宣传，红色代表 emergency， 黄色 contingency， 绿色 safety。按照今日我来演示的方式做一个转变，绿色1万，黄色2万，红色3万。各位，我要真正你编辑出来，你免烦恼，我来个错，我来下课免紧张，安尼打趣味的，安尼打演习的，下课之前，全了这个演习的状况，甲大家报告。一般来讲，这个演习有50分钟，因为我有设定时间，所以代表4点半。20分钟无够我念了，各位想看卖？发布状况，台湾怎么出代志啊？各位你伫美国侨界，伫侨界，安尼这个台湾人伫美国，怎么台湾发生这代志啊？你看下你当到3件什么代志？我来我大家听。115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国东北方海域发生规模8.6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海浪自东部海岸朝西部传递，造成多处低洼地区出现严重淹水破坏。目前各地回报灾情施工统整当中。根据中央气象署国际监测机构判定，苏拉米海啸首波约于地震后10分钟抵达花莲、台东沿岸，最大浪高超过6公尺。目前已经确认，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沿海地区出现不同灾情，部分地区电力通讯中断，抢修工作正在进行。本中心在凌晨2点正式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期开设，由卓荣泰行政院长亲自主持。国军消防、海巡相关部会均已动员展开救援，各县市政府同步启动地方灾害应变中心加以应变，请民众依照地方政府的指示迅速避难。目前尚未掌握到完全人员的伤亡跟财损情形，我们正加速整合各方的资讯，后续将每2个小时召开1次记者会，统一对外发布灾情跟应变的记录。我们也提醒国人同胞，东部、西部沿海地区请远离海边，勿前往观浪。若您身处低洼地区，请立即前往临近高地跟指定避难处所，切勿散播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造成恐慌。政府将全力动员抢救资源，相关应变资讯，请锁定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官网跟官方媒体平台。阿传当 facilitator， 我把这个状况发布之后，各位一定会开始哇，台湾的有代志啊！我去到三江呢，阿传，我还当安怎到三江？安尼看这个，这个灾害发生了，9月21号，伤亡不明。苏拉米发生啊，安迪侨界，要安怎来对台湾援助？所以你即马目前来看，你正手有偌济资源，倒手有偌济资源，用一个上简单的方式，出钱上解决。青色1万，红色2万，这个红色3万。好，你看到第2项，9月22号，地动甲苏拉米，台湾的电厂甲咱的海缆都无法度运作，资通讯的设备对外受到影响。第3项，因为经过调查了，宜兰、花莲、台东、屏东足侪民众的伤亡，甲这个持续增加，所以恁伫侨界看到这个消息啦，要安怎来召集志工发动机了？甲这个所谓的物资，甲这个捐款，
啊，尤其是演秀的时阵，理论上咱伫北方地区，也爱有人老人传人，啊爱有人去传物资，啊有人去传情。各位你注意看，我写一遍就好。侨委会侨要哪写？各位看到无？侨委会侨要哪写？所以侨委会侨是不是侨人？是不是？就是按台语老人的意思啊。哦，老人，即马台湾需要到3工啊。啊，你若讲老人这2字安尼甲扣起来，甲摆好正。啊，人就来啊，钱是不是得来？人老着了是不是老钱？啊，无我想爱摆捐款款，对不对？安尼委员想来甲安尼台美里的这个下联会，啊，放迄个捐款箱底下，老人就有钱嘛。阮伫肖主任，伊个 Orange County， 迄下晡演习隆重捐偌济，你了看没？1亿5000万美金啊！迄下晡演习，我一听到演习，大家就开始讲：哎，我出300啊，我出500万啊，我出700万啊，安尼吼。结果我写了大讲大好，大好了，我就甲肖主任报告啊，我讲啊，迄拄我有生出来吼，我拢翕相哦，我知影上大，我知影上大哦，肖主任，我数底下了有，迄个出700万的我有翕到。哦，各位，你要下课啊！啊，全国领导家上我不为了，开始给大家做，拢可以讲，你要打就打，无打无要求，而且有难出难，有钱出钱。啊，全伫安尼演讲内底，我常常伫安尼鼓励报告。哦，我很喜欢丘吉尔的一句话，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讲过 ：“Never let the good crisis go to waste。”啊，我袂爱用浪费去来解释去翻译。我常常咧讲不要让危机轻易的 through my finger， 不要让它这样子就穿过。因为大家的 crisis 危机一定有雷声的，这个雷声的就是互咱的成长的养分啊。啊，你当愈来愈强，愈来愈有动头，就是因为这个 crisis 来训练着咱。所以艰苦的环境当中，要锻炼出坚强的意志。第二句话我要讲的是，上过各位 ，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感谢着咱总会的肖会长，安尼叶会长，安尼杜教授。阿全甲谭上校有这个机会，站伫各位巨人的肩膀顶端，安尼大家的资讯传播到全美的所有乡界。第三句话 ，If you ask me what ship in the world is the best, I will tell you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relationship。继续一点钟无够，阿全的分享，谭上校的分享，希望还2026年美西这个台美人夏令营留下完美的句点。哦，也不孤单，我们一起努力，后会有期，谢谢。谢谢，不要说，是。好，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哦，可能2个问题，看看大人的问题。好了。当然啦。好，请听我详细。我迄本剧是有无？好，请打开后边倒数第3页。好。
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局书里面哦，大家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带太多实体的这个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国防部对一些电邮有 QR code， 可以去找小局书去搜寻，里面有讲当我们台湾发生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确保广播，大家可以听警察广播电台跟汉声广播电台。为什么是广播？因为广播它只要有一个机器，它可以直接发送。那汉声广播电台是我们国防部国军的，所以它的存活率非常高。警察广播电台是谁的？警察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在很极端的状况下没有电视的时候，就听这两个广播可是一定要准备收音机收音机那我们国内有在推广所谓的手摇式收音机，就是不用装电池，它用手摇的就可以发电。确保你真的在长时间的状况下没有电池的时候，你还可以听到最新、最正确的资讯。最正确的资讯。这个 OK 啦。就是真的在确保没有状况，就是有极端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听警察跟汉声广播电台。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如果说在台湾演习的话，因为没有事先讲是几点到几点嘛？对。那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有人刚好要生小孩，或是有人要上飞机，那怎么办？好，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演习都还是有预警。那可是有预警呢，我们还是会告诉民众说，例如1点半到2点要演习。如果你要搭飞机的，你的飞机刚好是1点50分起飞，在演习时间，麻烦你在1点半以前先到机场。在我们之前有发生民众有生气，他就是说，因为他要坐高铁1点40分的高铁，结果因为演习，结果他没办法及时坐到高铁，他需要国家赔偿。那我们政府不会赔偿，原因是我们已经依法有宣导，你在1点半到2点之间，你一定会被管制。所以如果你要坐车、坐飞机、坐船，你一定要在1点半以前到达你的车站。到达你的港口，到达你的机场。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在你的时间出发，然后因为演习被影响，那就要自行负责。这一块我们都会有不断的宣导，不断的宣导。所以如果生小孩看例外，因为救护车可以开，因为要急救，所以警察、警车也可以开。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很难犯罪，因为如果他走在外面，他会被罚。如果他犯罪了，警察更好抓，因为他没地方过。对，那如果生小孩，当然救护车急救攸关到人民的生命的，我们不会去做任何的管制。那以上做回复。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耽误1分钟。我们试一下，避难中心。对，有。我们大家因为现在在重新定，所以我们有2个 APP， 大家没办法下载到的，警政 APP 跟消防 APP。这2个 APP 因为 VPN 的关系，所以在这边没办法下载。如果大家不要国内，就可以下载警察 APP、警政 APP 跟消防 APP， 这2个 APP 都可以，你只要开启定位，都可以帮你定位到你周边最近的防空避难处所。如果不小心你在偏乡，你的周遭没有防空避难处所，可是刚好防空警报响起，怎么办？有没有在座各位怎么办？最后一个，还有2个。如果你周边没有防空避难处所，你又刚好防空警报响起了，怎么办？就地举手哦，举手。到哪里避难？地下好，进到室内，进到室内，就是如果你没有防空避难处所，如果你靠在室外，就是趴下。躲在树下趴下。如果旁边有涵洞，就躲涵洞；有孔坑就躲孔坑。如果你刚好旁边有室内，就躲进室内，远离窗户，一定要远离窗户哦。这个是我们就是防空避难有要求，我们参与的民众一定要做到。